手机被锁里面了。啊？那怎么办啊？你们不会真的要被关在图书馆吧？别着急，我去开阅览区的台灯，台灯不是总开关控制的，有光说不定就会有人发现我们。也行，那我去看看有没有谁拉起充电器。没有人来，也找不着充电器，我们不会就冷死在这儿吧？我去给你找点御寒的吧。哎，你知道爱斯基摩人是怎么取暖的吗？没想到，我们竟然能在图书馆做这种事儿。轻点啊。嗯。Yes， 爱斯基摩人的庇护完成。Yes， 我先进去了。哇，没想到还挺暖和的嘛。看来爱斯基摩人跟我一样聪明。张文昭，你快进来啊！外面那么冷。你把这个垫着，地上凉。好。还蛮好玩的，我要把这个经历写进书里面。你好像遇到什么事情都能很开心。没有啦，其实我挺能哭的。我记得我小时候有一次把我妈给哭烦了，我妈就把我关进房间里面，然后呢，她把我放出来的时候，发现我已经自己玩得哈哈大笑的了。开学的时候就见识到了。我吗？我哭过吗？报道那天，你看着白一星哭了。结局太感人了，东野圭吾的书太好看了。然后又说我手机震动的声音像放屁，而且，你觉不觉得他刚刚手机震动的声音也像放屁呀？最后居然又笑了。你这样说，我好像个傻子呀。可不行，我好困啊，我想先睡会儿。我不管你了。你先睡吧。认识你之前，我特别怕别人哭。认识你之后，我觉得哭好像也是一种可以理解的情绪。